咱来看高雄，这30年已经刷6届的高雄红山青年夜市，最近佫再传出讲，因为这土地卡着大南部千村的道路用地，有百外大爱刷位，市政府拢无通知。店家是看到这工程机械，才知影讲7月底呢就爱刷好势。经过紧急协调，即马市政府答应讲会来斗找所在，也会利用一寡时间，互店家做准备。 摊商拍开后斗，甲做生意的物件一项搬落来，准备下暗开大营。不过这个大头可能搁免2个月，又搁爱刷贵啊！顶礼拜市府新工处向载工程机械来红山的青年夜市车坑，摊商感觉奇怪，一问才知影，大南部千川的道路用地按算8月要动工，夜市的外规有百外大的摊商卡着用地爱对地刷贵，已经搬3届优先时空，大概刷贵除了无法度做生意以外，搁爱开钱电看水看电，实在无奈。一摊至少都要花3万到数十万，因为我们每一次的建筑成本，还有每一次场地的规划都不同，所以不是一台车子下去场地就可以开始卖。一定是来不及的啊，怎么可能来得及？对啊，而且这边如果你不搬走的话，也怪手给你夹夹的，你这边的东西，反正你全部都要搬走。是希望说市府那边或者是各单位都可以给我们一个比较好的场地，可以长期营业的，不要再搬来搬去，每搬一次我们摊商就要损失一次。摊商讲，这30年来青年夜市已经刷贵刷6届啊，2021年才刷来中轮，才无几年又搁要刷。大家组成自9月初1甲市府相关单位协调，希望会当有抽提做决。市府也答应会利用时间，给摊商做准备，提供相关的协助。为了减轻对夜市营运的冲击，市府已协调调整工序，涉及青年夜市范围的区域，将延到今年的9月中旬再行施工。主计会表示，市府答应会赶紧找所在，给摊商搬过去了后，才开始动工。不是，给摊商望，这第7届的刷柜是最后一届，唔通附近刷来刷去，刷甲人客拢走无去。记者柯家做邱朝阳高雄场报道。